讲到高雄主管这个所在，伫较早，因遐边境国的大人内面，就一个人是感染到新型肝炎。3年前，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的内科团队，伫咧主管这个所在设立体检甲治疗门诊，总共治疗360个人，这新型肝炎的治疗率有到99%。伊抽的检查着啊，讲我4间2间啊，啊治疗个这差不多讲，才是1点。70岁的先生一当前才知影家己得肝癌，家在才4公分大，开刀治疗，即马人已经健康。伊就是主肝人，当地得新型肝炎的人至少有2成。伊会当提早检查治疗，是因为高医团队甲体检甲治疗站搬来渔村的活动中心。逐户的一个筛检，那第二个我们提供在地的治疗，所以民众呢，他只要呢大概骑摩托车2分钟就可以达到筛检站，2分钟就可以达到治疗站。这3天来，高医针对2个高风险的里，拢总体检5731人，治疗360个新冠病人，包括6个肝炎患者，治疗成功率有99%。因为目前台湾有上新的治新冠的药啊。另外，高医嘛发现，真侪新冠病人甲带源者完全无病症，甚至肝的指数拢正常。有 C 型肝炎的病人，有一半他肝功能是正常的。所以，我们传统上先做肝功能 GOT、GPT 不正常，以后再做 VC 肝是不对的。我们应该是所有有风险的这个民众，都应该要接受终身1次的 V 型肝炎、C 型肝炎的检查。国健署嘛有提供45岁以上的民众免费的乙肝、C 肝的检查，新冠病患若较早治疗，就当避免肝硬化、肝癌。记者邓亚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